吉米病院复健科现场教导民众如何做超慢跑，透过脚盘运动，就会当达到运动的效果。这也是吉米病院中央节敬老活动特别安排的内容。那现在在跑步的时候呢，原则上我们就是脚尖着地，重点哦，脚跟也要着地哦。不是只有脚尖在跳，这样跳完可能5分钟，你等一下就抽筋了哦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踩下去的时候呢，脚跟也要着地。吉米病院院长林鸿荣表示，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，真侪长辈一世人就为家庭社会咧付出。现在有岁啊，嘛应该更重视家己的健康，所以趁着中央节推广健康运动，让长辈健康99吃百里。在这个99重阳节，我们发起这样关怀99、健康99的一个活动，希望大家会当吃超过99岁，拢活到100，但是要活到100，大家爱吃好健康，活好健康。因此，我们要来提倡，我们要来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。所以今天由我们志工队来示范这个健康的体操。那么，另外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骨质疏松的问题。那骨质疏松要靠饮食来改善，要靠运动来改善。那如果在极度的骨质疏松，那再考虑来使用药物的治疗。但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，改善营养加强运动，那对老年人就是最好的照顾，让我们大家可以活跃老化，活到99，吃到100。健康99，关怀99。健康99关怀99活动，除了护健师教大家运动以外，现场还有提供居民检查，以及长者吞咽风险卫教，为全面照顾长辈，更有安排世界安宁理预备、癌症筛检以及器官捐赠宣导等专业咨询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